郡主与石进大人大喜的日子，在下岂有不来的道理？姐，恭喜啊！真没想到，换做常人唯恐避之不及，可伯爷异于常人，非要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嫁给别人。真没想到，大业第一才女石飞仙竟然成了这副模样，真是相由心生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侮辱本宫！哎呦，我怎么敢侮辱您啊，贵妃娘娘？草民只是说了句相由心生，若是您平日多做点善事，少做亏心事的话，那不就是夸您吗？吉时已到，宾客入座，新郎新娘拜堂。诸位，拜堂之时，谢崇锦与石飞仙定会把我当作焦点。届时，其他人找到备勤将士，并从事先安排好的暗卫手中拿到兵器，以交杯酒为号，庆祝谢崇锦。谁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二人可是拜过堂，你这是谋害亲父啊！你们这群无赖，用这种下流的方式来逼亲，我班化岂能轻易就范？石大人，对不住了，若想我放过你，只需要谢大人一句话，今日在场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伤亡。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谢崇锦，我大哥的性命重要，放他们走。难道谢大人想眼睁睁看着石进死吗？本宫叫你放他们走。来人，速将贵妃娘娘和相国大人送回京城。是。谢崇锦，你想造反吗？微臣这么做是为了皇上的千秋大业着想，若有得罪，还望娘娘见谅。带走。是。看来谢大人这是要和我们硬碰硬了。长安伯，你以为救走了班化，你就赢了吗？想必谢大人还留有后手吧。用奖章换班化，伯爷这笔交易亏了。谢大人，容某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。如此算计，你以为容某会毫无防备吗？